第27篇1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请会众一同站立，唱圣诗点名的时候。在牧师的身上，
透过你仆人的口，帮助我们在信息中更多转向仰望主耶稣基督，使我们从主你的话语中得到信心和盼望。谢谢你，耶稣，我们将今天的这次礼拜从开始至结束，全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恳求你继续与你同在。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给予你。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请坐，请翻开圣经，用你手边的程序表的下方有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诗篇42篇1到5节，来诵读上帝的话语。上帝啊，我渴慕你，像入渴慕清凉的溪水。永生的上帝啊，我渴望你，我几时可以到你面前朝拜呢？我日夜哀哭，以眼泪为饮食。仇敌不断地问我，你的上帝在哪里？我怀念往日时光，我献悲哀悯上心头。当时我跟群众同往上帝的殿宇，带领着欢乐的朝圣者一路欢呼颂赞上帝。我为什么这样悲伤？我为什么这样沮丧？我要仰望上帝，还要再颂赞他，他是拯救我的上帝。阿门。这时候，请松年弹气，在座位上站立，献唱这首诗歌《最知心的朋友》。
正道，今日牧师正道的题目是追思故人，恭喜牧师。追思礼拜送他最后一程，这个我们那爱伊拉国不遗憾的rumah masyarakat Patiran boleh anda dapatkan追思礼拜里的50。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正如刚才我们的社会长老先生讲到，他在导词当中所说的。这位故人，他曾经在我们的部落，无论是在马太安，是在三光社区的协助，或是他的生意，不断的提醒我们，他曾经就在我们中间。即使是在疫情比较趋缓的时候，所以家人商家就愿意决定为着父老的家乡父老的祈愿，也为着来弥补我们心中那个遗憾所以就决定了今天上午9月10号做这一场追思礼拜，表达我们对这位故人他曾经对我们的帮助，表达我们对这个故人他曾经是这样的爱我们，同时也祝福过我们所以我们就同意接纳今天早晨9月10号张树教会举行这场的追思礼拜。我真的相信，亲爱的姐妹弟兄，这位已经离开的walaupun widang minta kapot minta jahe minta dia hawai kita mana ku拜殿跟这个我真的相信许基玛长老在过去他实在是不论是在神的眼中，是在座的每一个姐妹弟兄出席的姐妹弟兄的心中，也许真的是曾经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就愿意拨这个时间来到这里，可见得我们对他在我们心目中的重要的存在。所以透过刚才我读了这段经文，在诗篇72篇1到第5节，当然我们可以读到第11节，如果我们有时间回去呢，重新把这个非常重要的经文重新读的时候，我们会更加体会这个诗篇的作者他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的启示。今天早上时间的缘故牧师只能够透过1到第5节就可以分享。Mas mang painin yang dia saya saya mereka orang bantuan kita tanggal sekolah saja. Pakai ini oleh sebab pula yang dosa sebab dari sekat saya terasa sekat 5 usia. Media dan berharap mas mang painin dapat dengan sakit haknya. Yung berharap tu kita punya saya dapat minta mas mang bukan ini dulu pan kebenaran karena kita yung berharap misalnya kita berharap tidak biasa dunia kita nan ulah tak tanda oi dia tidak amat berharap mereka maulahai jinra dia kita nan saling 现在姐妹弟兄，当在这办理这场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不清楚各位是带着什么样的期待或者心情来参与这场礼拜。今天早上我们的题目定为追思故人，我真是要说，不是真是要说。当你一旦追思起这个故人在我们这里的时候，我们会想起他曾经对我们的爱。第3节告诉我说：“昼夜眼泪当饮食。”还有你这个多这帮这个多不是这个Sarumi sekarang tumangit saling kakak. Sarumi saling kakak. 昼夜
受苦。我们都如此的悲哀了，现在是弟兄，我们都如此这么难过，更何况是我们的张家。如果知道这个作者《诗篇42篇》的作者他的背景，他这样的背景，其实我真的非常的跟他感同身受。这个作者在这段经文里头，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他所遭遇的这个痛苦，他所面对这些不堪的情况，他每天都用眼泪来洗他的。特别这个作者刚刚一想起这过去多美好的时光，这个国家、这个政府、他的家人带给他美好的生活的时候，他的心中就涌出了无限的哀伤，他就不可以自己，难以自己，就掩面哭泣。Sebelum halakat mahalan kita sahaja. Misalnya mahalan pasang sahaja, Yesus kita kurang lo. Kaya Nicholas Achiulo dengan teman. 我真的相信，当我们最亲爱的伴侣，当我们最挚爱的家人，当我们最要好的朋友，或是我们最重要的同工离开的时候，如果不舍弃，后面让那个生意sama dengan ini yo para dia lubang di hari kalau syak memanggil saya hakik mahal di sebuah yang pengirim istri ambil ya punya radio sebarang radio lubang kita kalau cok bosan sari kakak Mihak belum kita kalau cok alun, mihak belum kita kalau cok atumamit. 我会想起过去他的伴侣对他的爱，对他的帮助，他心中也如同这个作者一样，非常的烦躁，心中非常难过。亲爱的姐妹弟兄，然后一如有Allah tu melihat tu pihak. Dalam mana kaulah hal minta hati saya tangga minta hai. Mana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在失去之后会想起这个曾经跟我们共同生活的人的美好呢？会不会过去我一旦会想起，会不会也是我们心中的一个自责？会不会过去这个人或是说我们对这个人要的太多了？会不会过去这个人离开了这个人？过去他曾经没有这么的对我们那么好，可是，一旦这个人离开了我们之后，我们要回想起，是在那个当下，他虽然没有那么好，可是他还是很爱我啊。是在过去的确没有那么的优秀，可是他的确也为社区、为地方做贡献了很多事情啊。是他并没有买起那个2-3亿的那个地堡的豪宅，可是他用他一生的力量，努力的在这个地方，在台北这个地方，在汐止这个地方，来买下一栋遮风避雨的家啊！现在这里的是牧师的历史是，当我们追想起这些的时候，我就想起他对我的爱，因为我们不习惯没有他的日子，是吗？Semula kembali saya di awal ketika saya belum pasang dan sama ini, 我们已经习惯了。甚至在教会里面常常听到已经离开了伴侣的姐妹弟兄，用那种非常爱用的眼神跟牧师讲话，我真的很
真的深深知道，到如今为止，那个悲伤、那个不习惯仍然存在。你们还给我习惯这个跟一起活了30年、40年、50年，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还会想要去说：“我的妈多，阿拉达，萨利嘎达。”星期3晚上来到彰化做完健康检查，就马上就到招揽场去。在确认今天晚上的整个程序的时候，我就问招揽说：“招揽你到现在还好吗？”他不是好，招揽你在。那时候是，我大家你们还有阿拉伯马过，按阿拉伯马过去张老师案，可见这个警惕性真的很没有习惯，而且不习惯，甚至还一直在追想。刚刚有个建议，同工、失联团契，这个教会可以努力些什么？教会最缺乏的是什么？不要不杂不多不杂不单，不丢的呀，就是教会其实要不时陪伴这个关心的动作。好像我们只在追4礼拜、多礼拜的时候关心。一旦你结束一段时间之后，当然牧师也必须很诚实说，有很多失误，我们不能够时时刻刻都负起那种陪伴关心的责任。是不是可以有分期付款的方式？这个月是这个团契，下个月是某某某，在下个礼拜又是谁？一段时间陪伴，好像不习惯。随着时间的增加，追想生的心会越来越大，也就真的会就真的是告别伤痛，告别那个福气。Satu dosa, apa yang dunia ayat kulit sebab berada dosa, sebab usia tahun。人在追思追想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常懂得珍惜。不仅是回想对这个人对我们的爱，我们也会非常珍惜啊。我在第一好回答，第二塞，我在马过，我马过，我多马过，sampai kita马过，kita kalimlah kita kalau saya cakap。第4节这样提醒我们：我怀念往日的时光，无限悲伤涌上心头。当时我跟群众同往上帝的殿宇，带领着欢乐的朝圣者，一路欢呼颂赞上帝。第4节旁边翻是按，Maharatan ako iti ako atumati, naroon sa ko sa ako, nawahani, nanomi, hatungat ako to pinawalan Taira ipitakongan tukawas muma. Keritan atau chandra alibahak bahmat mi betah sanu nika rumah kathan yang rumah kio bahmat kawa. Saya kata， 这个经弟兄，这个经文这个作者其实提醒我说，过去我曾经跟这样的人，跟这样的一群人，跟某个人。我还带着他们在那个地方一起来朝见上帝的荣耀的时候，多么的高兴、欢喜、快乐啊！后面阿拉米的比赛港片子大家，你像我看到这个喜剧嘛，找到家人为我预备的，真是的是预备了一则短片。Kebenaran dasar guru sekolah sosiologi bapak nama Josira， 我真的非常有很大的荣幸，我必须要这么说，我有很大的荣幸，曾经
对这位离开的长老许清茂长老做过田野调查，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他可以很熟练的把马太安的13首的领唱的歌曲倒背如流，这个不漏。他是他们那个年代上一代传承给他非常重要的一个阿美族的传统的资产的灵魂人物，必须要这么说。因为这里比现在就好耶，比古代安好耶，阿拉都不那不要晒阿晒个那没得。因为人家阿要路阿路mana ya asal kan niara kira ami kereto mereka kan niara ami kecil mereka看，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到现在认为他是马太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文化的，特别是阿美族的传统资产的一个瑰宝，许金宝长老。很可惜，当初很年轻，其实很多事情都没有注意到，并没有把全部的13首诗都给把录下。但想起，我也像这个作者一样，我怀念往日的时光，无限悲伤与伤心。想想各位也应该也是如此吧。真的就从我们身边就离开了。当我们想要他为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已经离开我们了。也许我们就会感到很大的可能遗憾，有可能失落。至少对这个不得离开抱持这样的心态。我本来认为他是本来是这种的，所以我本来会听这样的都本来di putaan hoi, makana anu da cinta saya ka, maka tolat yang indra。其实呢，长老的歌头是相当棒的一个。可是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启示？那大家是把英语的方式会发动的可能。现在怎么去修复？每次到礼拜的时候，我都会说这句话。当我们在追想、追思这个离开我们的人的时候，我们只是珍惜、感到遗憾而已。我们会不会对自己的幸福，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人还在的时候，我们把他视若无睹，会不会把他当成理所当然？我经常有一两句话，经常好看，让他很有力量。可是他还在的时候，我们却不是那么的珍惜。我们是把他的爱、把他的关心、把他的陪伴、把他对我们的帮助，都视作理所当然。所以有人这么说：“我们把不要，一要好，人们总是会这样说，回忆总是美好的。可是有趣的是，一个人在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不会认为有回忆的，是吗？一个人还活着陪伴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认为会有回忆啊。一旦这个人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很珍惜。而这个好像长到一样，就是自己是爱的，特别是本身的姐姐妹妹，目前因为很多的因素原因无法来参加他的告别礼拜，无法参加他父亲的追思。
他回忆会一点一点的，会点点滴滴的一直涌上来。特别是曾经跟徐敦马长老同工过的张教会的弟兄，大家也阿里姆拉，对阿米亚塞，kita nak coba buka kelas。就求主帮助我们现在弟兄，去好好珍惜我们每个人对跟我们相遇的那个人，我们好好珍惜那个跟我们相知的那个人，我们也好好珍惜那个跟我们相习的那个人。Kalimulaan kuya jake, kalimulaan kuya uluma minta saya kakak. Yo ikan Amelia kaya Tuhan minta Allah 还是宝贝，千金难买早知道，没有后悔的药，有没有？所以来不及，你在有很大的场合，但是我爱你，这个人还听得到吗？你在很大的场合里面，就像这个场合中，说我珍惜你，他感受得到，不会的。所以我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懂得珍惜我们身旁的这些人。当然，按照圣经的教导，这个作者诗篇的作者提醒我们的。那么也想起了，也珍惜了，就是帮助我们继续仰望爱我们的上帝。那kalau sama besar kakak di kelas juruan, bisa dikurai kalau antara di ising kami tawas ini ada juru diurai hawi. Dihadras ke bahasa dibahas ke bahasa disebutkan. 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个比赛里面不说，比赛难看。还要bila orang dah tahu bila tak turun aku dan berapa. Karena ada bisa sama kita pernah, ya. Masa mau kita lalu tahu cikulasan. Maka seumur ini makin cikulas, menakol tu, tireng, ada mga ayah ini, makin alam, kaya alaan oleh pemaku, saan mereka lihat, jadi kaput, bidang lintas kata, berumur. 那时候我是这样回应许长老，许长老，你不是没有事情吗？知道吗？虽然你现在很辛苦，医生又不敢动你那个肘，太危险，是很辛苦，你也很难受，一天比一天还要瘦，体力一天比一天还要弱。可是你躺在这个病床上，不是没有工作，你知道吗？就这样回应这个主动而已。所以你可以为你的家人，天天今天可以分析到他们祝福祷告，你可以至少你可以为你牧师教给阿孙，那还有能力可以在教会服侍。你可以为你的教会，你曾经跟他们同工过的，陪伴的生命团契，不要让他们像你一样，求神祝福他们的生命。你可以为你的社区、商务社区来祝福，他们早日要相信耶稣。你也可以为这个医院的所有的工作人员，1000多位工作人员来祝福祷告，他们非常重要。还有就掌握把关难。第五节告诉我说：“我为什么要这样悲伤？我为什么要这样沮丧？我要仰望上帝，我还要
在颂赞他是拯救我的上帝。Now you mararong kako amitai。这个作者现在怎么弟兄？他说我的心里为什么悲伤？事实上，这是人自己跟自己的内心有一个对话啊。Bicara kita tu na iro amararong kako sal sanai hal it。Kira-kira kalau mahal minta kako sanai Wasalalisai kita tu salikat tu tirang kita salikat kan。当我们去享受我的心里为什么那么悲伤、那么沮丧的时候，我们就是跟我们自己的内住在我们的自己里面来对话。应该想到很多很多的东西，这种对我自己的对话会带来自我的反省，这个不用。这种对话在这一节经文当中第5节是诗篇42篇第5节里，我连18波给萨斯里马都是阿拉姆的萨利亚干，这个作者让我们看见，在自己跟自己对话的过程里头，不只是看到自己悲哀、难过的、不堪的自己，同时他也看到这位上帝。Sa setiap araw tu tadi hai mana horai atirang saya kata araw tu numita biar tapang saya跟我说，我们不是只有跟我们自己对话，同时我们也跟这位上帝对话。这个作者其实带领我们去想象、去期待神在这个悲伤、悲哀的状况的里头介入人的生命，怎么不？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现在，姐妹弟兄们，虽然环境并没有改变，是身体还继续痛着、生病着，可是这个作者在跟神对话的时候，其实这段经刚才在前面已经跟各位分享了。如果我们可以的话，从把它读到第11节完毕，这一篇12篇，我们可以发现在最后一节，我们可以看见说，神会用笑脸来帮助这个作者。Malah satu saling bergulung, yo aku adalah meminta, wanta, ada sakit hawi. Misalnya dia kita milicai kita nanti, misalnya dia kita milicai kita atapang kita hawi. Tadi kurai, ira pia di pahakai apa lusuk, apa arau kita saliaga. Mari kalau naik ke raya, apa peri kita kita, keramana ya sidai, amigumai, atau sepalembar kita kita saliaga pelukman. Pakanin mo tapang tuya, makapahayay, matawo ay apisya, amisyo ayaw kita saliaga.这么弟兄，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这个会变成我们的力量的。当我们去随想这个离开我们的故人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同时也仰望他所相信这位上帝。老师，我真的很羡慕徐管长老，他很快就可以总结走。我恐怕还要必须要在核实上还要活20年。这一旦想到神亲带领我，在病床上面我们之间的对话，对上帝，听到时候，他昨天转化成一种力量祝福。我今天上午会把这样的一个心情。跟感受，我要分享给在座的每个姐妹弟兄们。让我不仅仅是珍惜，虽然我们忧伤、我们忧怒、我们烦躁，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我们真的会活不下去，真的走不出来。可是如果有神，我们可以不用再忧闷；如果有神，我可以不需要再烦。
因为当我仰望这位上帝的时候，他会关心我们，他会爱我们，他会帮助我们，他甚至还有笑脸帮助我们。前几天我的妻子就是各位，我的太太是各位的师母，叶嘉玲女士，她把一首天韵诗歌的一首天韵诗班的一首诗歌传给我们教会一个德鲁怀的一个会友，那个副歌我真的很感动。我想的时候就想要在今天早上作为跟各位分享的启示。2行字其实真是很鼓励我。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会把鼓励经历就跟互相转传的时候，天韵诗班所唱的。唔免惊，上台湾语啦。唔免惊，耶稣在家，唔免惊，耶稣在亚安。他说：“耶稣，不用怕，耶稣在这里，不用怕，耶稣真的知道。不用怕，耶稣在这里。当我们仰望他的时候，上帝会用他的笑脸帮助我们。不用怕，虽然环境还是如此，很可能我们还忧闷，很可能还忧伤，很可能很多的挑战艰难在我们前面。可是我们知道，耶稣知道我们的知道，一步一步带领我往前推进。因为这是这个信仰最宝贵的地方，是一个看。会一直推着我们，用起这熟悉的话来敦促我们。Syukuran mira kita saling kakak, limaan. Isi ayaw tumasama, kaya katalawan to, katalunzuman to, kalipahakan to, 成功的多，失败的多，快乐的等等之类的，就是帮助我们。上帝真的盼望我们活在喜乐当中来释放我们的心。当我们在追视的时候，在追求的时候，帮助我们原来怀抱着很大的盼望。当我们原来怀抱着那很大的盼望的时候，亲爱的姊妹弟兄，我们的未来大有可期。怎样把这句话送给技巧？我也期待你把这样的话送给你的姐姐、你的家姐、你知道。所以这样盼望我们活在喜乐里头。释放，透过他的笑脸帮助。当我们仍然怀着这个盼望的时候，你们一家人的未来大有可期，大有盼望。也就认为到这样的地步。现在通过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上午，当我们抬起头仰望你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主你是用那笑脸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开口大大的赞美。我相信离开我们的许长老，他是相信有神的。所以，亲爱的主上帝，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个人，包括我们都是信有神的人。所以主帮助我们这个人在这个世上活着是有盼望的，因为有你。主愿今天早上。还是在面前所有的分享，目的就是为了要将荣耀都来归给你。所以，请你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继续向自己说：我们的心啊，不要再忧虑下去；我们的心啊，禁止再祷告下去。因为主的话提醒你说，我们要开始仰望我们笑脸做的帮助。就是追视这个故人的时候。我不仅追想他过去对我们的好，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的祝福，也有追想主帮助我们在此时此刻在当下里面，不仅是珍惜我们自己，保守我们自己，可以继续活着，可以去帮助人，在座每个弟兄也珍惜我们周遭的。甚至主我们学校说这种学校这位我们的故人许长老一样。在非常忧闷、烦躁、疼痛的当下，他仰望他的抬眼，仰望你的笑脸帮助。愿主的笑脸都来祝福今天出席这场的众姐妹弟兄。
让你的笑脸不仅是在我们忧闷的顿当中，让我们的心开始变为喜乐。当在仰望你的笑脸，当我们在痛苦的当下，让我们的心重新再次拾起那个勇气。主祝福我们，也有特别请去恩待许七宝长老他的同事们，这是也在大陆的本身这样的同学与他们同在，许施恩赐福在本身姐妹同在的身上，因为我相信是信实又守约是神的上帝。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老师在这里。
托我们请许荣宏长老助人阅历。Pimpinan Saudara, pimpinan rumah, ini isu kita, situ, oh, sangat penting. 嗨，让我去说一下我的语言。大哥，嗨，生于1947年，也就是民国36年。 在万里县东湖县马台安湖路，当时的在座的20年代、30年代、40年代，我们都经历辛苦贫穷的生活。我们那边的我也是这样，是就是高富。 过后很多，所以他只是在马台安从小呢，妈妈还有一个务农，那么国小毕业以后，他就跟着父母，就像各位有同学的，比那个时代真的是非常辛苦。 做工具、做工都有劳力的牛的代工的工作。每一个家户那个时候最少一个家庭有3只，或者是多的话10头牛。当时李金宝就在这个很艰苦的生活。 陪着父母，那么因为比较好一个普通啊，留在家里更重要。他差不多在15、16岁，还不到16岁。我相信那个时代的男人就代表干辛苦的工作，对我们这个牛身上。 大部分ini hubungan itu ada ini marah, rakyat ini bisa bahu bisa timulan hasil lewat tuan sama marah tak boleh dapat ini perkataan uang tamu ini tahu aturan tahu nanti 差不多上，我相信在座都经历到这样的辛苦，不过非常重要。所以他说他有能力的，就开始因为光复县花莲这，他就开始牛车，因为装我大概有超过。 后来，还有好像经济他就开始安灯，那时候的轮胎，不拉拉，换到轮胎好黑色，他就是这样，在那里跟他的表哥一起，也类似翻译。 所以，他就是很认真工作，帮助农忙体。有时他有忙起以后，跟着他就对在用很多那个办法，用好像一个这样子，还有在家里动那个真山上。 也是要牵着，是在运，
组织一台牛车，只能装载5、6只吧，所以那个运费，它就像从那边一找到光复屠宰场，也就是外面，有时候的路，一共100块吧，100多，他就全部都交给他的阿嬷是对他的数字明白，所以在当时有这么多几百块的不得了，所以阿嬷特别说会一点。把赛这么会说，他就是这样。之后又是空档去跟他上到玉里去伐木，一直到他只要有农夫去，他就很认真的，也就是帮助共同需要这个地址。之后呢，他就满20岁当兵，在听说，我听说他还非常的在同志长官里面非常优秀。当时的我相信在这边这个男人啊，可能都是当过兵，有特种部队特别的军种。他在那里成为长官的对不安，不是因为他跟敌人比较好，所以他每当兵都不是特别的，他都是比较连有怎么说，就像3秀、通秀，他那时候非常的。在里面，在长官里面是好技能，所以在同志里面，他的人际关系非常好。就在退伍的那1年，他们是同志里面一定要的基金表的家来聚会，也就是最后一次的那个聚集，所以隔壁邻居的老人，尤其是我爷爷的地方，匆匆忙忙跑到家里，觉得这个家子在忙死，怎么突然就有那么多人，将近30多，他应该是他们的同学一起到一起会伍，有光复也到，真的，还有你南的话就到，我只知道他在那边，就在那里看见他们的那种，他的跟朋友关系非常好，所以我当时我还在国中嘛，就这样看到他之后在家里就是。因为台北这个地方有可以更好的收入，所以他就北上，也就是他第一个工作也没有人干，就是台北呢隔壁是民工，那就是中心沙拉油，他在那边认真工作，在做的中心沙拉油像黄子也就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你们都是在那边一起工作努力，就在那个时候，他年轻嘛，所以约为美女，那就是的大嫂吴英兰小姐，就这样结识，跟你结婚后，他们夫妻本是很爱，真的，一年呢。好支持啊，所以他就觉得哇，工厂的收入有限，当时的脱色业刚刚开启，台湾经济刚刚复发的时候，脱色业有非常的
跟圣喜，也就是我记得那时候的都是大型公司，它也就是它这个公司华能货柜公司，很多现在还在的就是东亚，还有永泰这个东西，然后长荣、茂林，当时华南货柜公司是蛮大钱的，之所以在那里，他看到经济有帮助，非常努力工作，就跟他在南回动之后，因为这样的一个今天，就在这个地方正式又买了一间房子，也就是现在正式这个地方，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一直辛劳每一天工作，就是为了家庭，特别爱他，就这样。那么之后呢，就刚刚像牧师所说的，他的歌是真的那么有着，如果有我的话，我没有，哪有？特别的恩赐，就在80年，每天请外跟牧师在洗手过，他的歌对马太部落刚好李登辉神父在80年历到我们马太部落的时候，刚好我们的演唱人歌后有Glenn Sai，当时已经搞地球，也在私下练，没有人写的嘛，所以一个我一个人讲9万怎么能够找活？把多少就这么一试，这个部落整个附近的每一个年长者都说是没有其他的，就是他。后来他就这样，常常每一次的风平无尽，或者是在也来到北部这边新北市也是这样。都是很乐意奉献他的歌，然后呢，他在教会，就那里当时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看见，他自己常常跟我告白，有时候我们也现场在一起无数句，他总是说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他对信仰的。忠贞、真实，从来不离开。之后，在10年前，身体渐渐的有不舒服，后来陆陆续续好一点，尤其是在今年的4月份，有时候疫情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到医院看他很清楚的告诉我，我的生命已交给神，无论怎么样，他都是如此的表达。虽然他也对自己的身体都不好，所以就像他们牧师所说，我想就是刚刚是在第5节这边是说，我为什么悲伤？我为什么解伤？我要仰望上，还要尊重他，他是我的神。我相信他当时在他自己这样跟我已经很懦弱的身体中，他还表明，我说感谢神，愿我们的工作都是能够获得。我们的身上，就是在今年的6月7日的早晨7点02分，也因为是衰竭，身体也真的不抗受，安息就享年70岁以上。
时候，我们播放一段影片，你懂来追思故人的过去点点滴滴。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Lord, you are my guide, the shepherd of my life. Through the hills and valleys, you're always by my side. Calling me by name, you've chosen me with love. Blessing me abundantly, you promise will never change. Every step we take, you lead us with your grace, your love, your hand will hold us close to you. Every step we take, you lead us with your grace, your love, your hand will guide us through the path of grace. 一步又一步，只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只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Yochaho kasanga kunanakal ira tukisu utabang akawa sununiam makan yam ladiwan yam keruan yam ay ay ya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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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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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hey ah hey ya ha hey ay ya ha ha hey hey hi 后我们请家族亲友到台前来献诗。家族亲友要献诗的诗歌是除你以外。
我是高进才，我是顾许清宝的长老的表弟，也是我们喜事家族的代表。我的长老莎莎玛丽嘎嘎他们非常感谢大家从百忙当中参加我表哥的追思礼拜，感谢我们的神长、牧师、长老、信徒以及亲友，特别是我们在这个疫情入侵台湾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的表哥离开了我们。当时相信大家都非常不舍。在这个阶段期间，我非常感谢我们的本教会，不但不离不弃，还特别用我们最新的科技视讯的来举行告别礼拜。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家属看在眼里，非常的感动。所以，我相信我的表哥在天上看到这里，对你们的悉心，对你们的爱心，无微不至的照顾，看在眼里，我相信他也会非常感动。在这里，我以代表我的表嫂以及他的子女、孙子，向大家最诚挚的、最衷心的感谢。我们一鞠躬，谢谢大家。好，现在，来。会众站立，上誓诗。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因为我主耶稣基督的满满的恩惠，以及基督上帝从过去到今天到将来对我们改变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交通环境场与正主的同在，特别待会儿与陆行法长老遗族的下行前往阿联马泰安的路程，一路顺遂，尽都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
在当中，待会儿就不受之前就要临时我们就要下行到花莲泰安，愿上帝多带，有上帝的平安，继续在他们的车子的当中，愿上帝的手继续扶持他们，愿上帝继续将那个天使天君视为安营在他们的周围，一路来到泰安，将他们的。就上车啊！不要忘记拿了哈，你拿了家人才会安心。表示我们有来呀。录影前证，录影前提证。谢谢他鼓励。放便当，放便当。